台南市甲日本山口县自2023年革命以来，双方的交流就频繁。伫去年台湾灯会，市长黄伟綽嘛特别感谢山口县的春江知事，甲日副议长专程来台小丁。而且山口县的风景甲日物产嘛相当的出名，因此这届嘛特别来推展当地观光甲日物产。我们欢迎春江知事，欢迎岛田副议长，还有欢迎北村参议员，许多山口县，还有防府市，还有许许多多山口县的好朋友能够来到台南，向台南的民众介绍山口县的很漂亮的风景以及很棒的物产。山口县跟台南之前签好友好交流协定之后，其实彼此间很多交流。知事跟黄市长也见过非常多次，然后他本人也来过台南很多次。等于像去年台南400年也参加过很多台南的相关活动，他对台南的观光美食都很喜欢。那山口县也是非常多温泉、非常多景点跟美食的地方，欢迎大家到山口县来。伫个人狮团精彩热烈的表演，为活动来揭开序幕。现场的山口县嘛特别准备了当地生产的果汁、酒、绿茶，提供民众来免费享用。而山口县的观光吉祥物幸福达摩嘛现身会场，甲大家来互动，邀请民众做伙到山口县来旅游。台南新闻综合报道。